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好，兄弟平安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唱会经诗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为你拜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做来吟圣诗82首，着听天使在吟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着听天使在吟讲，归阳光的新星光，地上和平人修稳，上帝做人个亲近，世间大国着奋起，感觉天君来欢喜，着听地使到生命，基督降生别离现，着听地使地吟讲，归阳光的新星光，只管天顶所在，永远无变的主宰。后来看待彼土的，做出路的行港世，天比降落新的家，甘愿化身正着体，欢喜甲人通徛起，咱的主伊万的你，着听天使在吟讲，归阳光的新星光，无路平安的君王，伊是正义着尊重，光明我命伊所属，平安一地拢有，放撒灵光真谦卑，出世予人无过失，出世托生万百姓，出世予人定头生，着听天使在吟讲，归阳光的新星光。请咱立愿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遐济。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21，启用文21，我来启，请兄弟来印。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落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
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日月如梭，那水得流，直直过去，无停候。回想今年所做逐项，真正快过那眠梦。回头来看过去的事，过失真多，通挂虑。所剩只有罪过忧闷，忽略圣主的救恩。这时我心真正忧愁，家己怎会得到救？世情未乱，路途弯曲。但今年连面过了，救主，我愿听你的声音，即时洗清我的心，将你的光遍照无煞，明年路途求你带。我的天的爸，愿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甲看顾，互阮平安过了一年。伫这年尾最后的礼拜日，阮阁会当组织伫你的殿院三甲敬拜，学罗你感谢你的恩典。回顾今年阮伫国际上，以色列哈马斯的战争，乌克兰甲苏俄的战争，还是伫继续。有时阮真正想袂通，为什么人会因为历史的恩怨，也是统治者个人的野心，发动这个战争，造成侪人的死伤，甲人民的流离失所。主啊，恳求你怜悯，嘛赦免阮人的无知甲罪行。伫阮国内，阮虽然选出新的总统、新的国会，但是因为国会执政党无过半，造成国会牵制执政党乱立法案，造成人民权利受剥削、宪政混乱的情况。我嘛想袂到，当阮隔壁有一个恶霸随时要拍阮的时，阮家己的人，毋若无为着家己，反倒将恶霸看做朋友，来恐吓阮家己的人。目的就是为着因家己的政权，也是为着因私人的利益。主啊，求你怜悯看顾，互阮的执政党、这执政者有智慧来处理这个纷争，嘛假使阮人民无受迷惑，会晓分辨是非好歹，互阮的社会会当成做和谐、有公义、有疼心的社会。主啊，我嘛感谢你，阮伫久久走找了后，你有安排陈牧师甲林牧师伫阮的中间来服侍。望因伫未来的日子，会当甲阮相同工，互兄弟互相结连，伫主的厅堂内面起造你所欢喜的教会，嘛互福音会当伫即个社区传开阔。一年伫要过，我嘛回想阮这一年，家己是毋是有做了有够额？不管快乐得意，也是悲伤失志，阮是毋时常感恩无煞，因为阮知阮的一切拢是对主你的赏赐所来。过了一年，嘛望像诗人所祈求的，伫阮明年，伊安尼所写，将你的光遍照无煞，明年的路途求你来引带。我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献诗圣歌队美妙敬拜的圣诞歌。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65篇11节。诗篇65篇11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我搁读一遍吼。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诗篇65篇11节。现在，现在。
在心在，我心虔诚来尊崇，我心情在对你吟歌，只信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崇，我心情在对你吟歌，只信我的主。讲道，林牧师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对年头甲年尾。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年头到年尾，耶和华上帝拢在看顾咱。12月份教会真闹热，对12月8号牧师的就任受职典礼，欢喜闹热的参会。12月21号圣诞音乐的舞会。到伫顶礼拜日，12月22号圣诞俄罗的礼拜，这个圣工，互教会拢充满着欢喜祝福，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互教会全体做伙伫遮来欢喜，彼此祝福。真侪人行入来咱的教会，互教会充满这个活力，也互咱知。上帝的恩典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的恩典互咱教用。当一间教会成做一间慷慨的教会的时阵，上帝的祝福袂停止。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感谢真侪人的付出，有长老、执事、干事、团契干部、省长、圣歌队每一个礼拜温困的练习，有遮个辛苦的指挥伴奏。有兄弟姊妹热情的参与，或者是圣工，成做一个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我想参与的本身就是一个献活祭的行动，也是咱为神为身的一个表达。兄弟姊妹，透过这个安尼的一项一项，若像一个画面，咱是毋是有出现这个画面？互咱的心中充满对主的感谢。伫这个时阵，咱用热烈的呼声来表达咱对主的感谢甲欢喜。咱也将一切荣光拢归予上帝。愿咱伫新的一年，咱的信心哪坚定，服侍哪温困，心灵也哪听主听教诲。伫一开始，咱要用这首。恩典之路，真好听的诗歌，来成做咱的一个祈祷。这首歌通讲，是会当表达出咱对年头到年尾对主心中的一个感谢。你是我的主，引导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
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上帝，我感谢你，伫阮的人生一步搁一步，拢有你疼的双手伫咧牵阮，伫咧教导阮，引带阮行伫正道的道路。主，阮感谢你，互阮对伫新的一年，阮用仰望的心来期待；伫旧的一年，也互阮用充满感恩的心。无论伫高山低谷，主你拢甲阮同在，阮感谢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水的一首歌，甲咱讲，伫万百姓的中间，主伊听咱，伊拣选咱，所以咱爱伫这个恩典的内面来成长，更较委身伫主所托付咱的使命。今年2024年将要结束，2025年也将要来临。唔知影咱的心有啥物种的感受？诗人讲，人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诗人嘛安尼讲，人生亲像暗暝的一更，人生亲像竹杯，一目念久就安那就过去。诗人透过这个对伫时间的描写，伫咧表达出时间是真紧，很快速。时间嘛是人所无法度去掌握的。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有相款的这个时间，无较加嘛无较减。有一句话安尼讲：生命不在乎长短，乃在乎什么？乃在乎内容。咱来回想看卖，伫这年的中间，咱是怎样来经过？咱是欢喜感谢较多，还是咱是埋怨较多？圣经安尼讲，要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唔通戆戆，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现代台语译本安尼讲，善用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唔通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哦，才甲咱讲，咱唔通做一个糊涂的人，咱就爱明白主的旨意。伫新圣诗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这首歌有一个歌词安尼讲，伊讲主当我有困难的时，我要做你找用。我的心充满欢喜的时，要学到你无停。时间就是生命，当咱要阁有时间、有机会、有喘气、有永壮的生命的时阵，咱要做什么？愿咱拢欢喜做主的找用。有一句安尼讲，做主的工安那袂规伫空空。做主的工，好亲像咱伫咧赎回光阴，赎回咱的时间。咱要怎样伫咱的时间顶面来甲伊赎回？除了做咱会当发挥咱文字才华，伫咱的工作顶面会当发挥咱的气力、咱热情、文字安尼的一个路用。真做主的行子，会当赎回咱的时间，就是咱用咱的时间来真做主的路用，就是做主的工。英国大文华查理斯·狄更斯伊捌讲过一段话，安尼讲：这是幸福的时代，也是不幸的时代；这是满有智慧的时代，也是充满无知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不幸的时代；
人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有春天般的希望，也有如冬天般的颓废。我们好像拥有一切，但是又好像失落了一切。这段话通讲是一个生命社会的一个写照。现代生活虽望真富裕、真发达、真文明，总是伫某一个部分来讲，人甲人之间心灵的围墙，好亲像是哪来哪悬。人甲上帝的距离，有时阵嘛安那，好亲像是哪来哪远。圣经讲，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因的心却离我远远。上帝的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好像离我远远的。马可福音第7章第6节安尼讲，这句话对咱嘛是一个真严肃的提醒。当咱在服侍上帝，当咱伫咧吟诗的时阵，咱的心减有真实甲主来结连，或者咱是干那注重外表、仪表的一个表现。今仔日这个经文出自诗篇65篇，是代表伫咧回顾上帝过去的恩典，所以对心中所写出的一个感恩的歌。检采嘛写伫一个修行的季节，代表伊认为丰收是上帝直接的一个祝福。伫这首诗的内容，有表达出代表伊深深感受到上帝对伊一个丰盛的恩典。兄弟姊妹，这点嘛是咱对上帝的感受呢。即句今仔日这段经文讲，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这是一个金句吼，真侪基督徒拢真意爱的一个金句。这个金句这段话是咧表示上帝的恩典是规年烫天吼，规年烫天这个台语讲了真水，规年啊那烫到啊那，规年烫天，对年初到年尾，安尼一线拢无绕高去，所以规年烫天就是咧描写上帝的恩典终年不断，台语规年烫天，就代表伊的一生，毋是拢真顺利，伊嘛有拄着艰苦患难，总是当伊越头。伫咧看伊人生所行过的年日的时阵，伊的心对上帝充满感谢甲懊恼。伊用欢喜肯定的心灵感受对上帝安尼讲：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得滴。现在咱有感觉到，咱的人生的道路拢有油得滴无？上帝用伊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互路径有油得滴是甚么意思呢？冕旒，好比是国王顶面、王后顶面所咧戴的这个王冠，王冠戴伫头壳顶，伊是真明显，人会当看到。伊嘛是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记号，是上顶一个荣耀。路径有油得滴，是上顶丰盛富裕。这段的意思是讲，上帝伊要用伊丰盛的恩典来成做一个荣耀的冕旒。上帝也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互咱人类。好亲像是戴伫人的头壳顶一样，所以这个恩典的冕旒戴伫头壳顶，表示上帝的赏赐甲同在。我会记得我伫细汉的时阵，我的妈妈常常甲我讲：
咱是上帝的囝儿哦，伫咱的头壳顶拢有一个记号。所以伊甲我讲，你看卖哦，你若经过哦，以前细汉的时阵，我会记得伫迄台中火车站的迄个地下道，拢有即个算命书，都有那个在帮人家算命的。伊就甲我讲，伊管你试看卖哦，咱基督徒吼行过即个算命的人，伊袂叫你去互伊算命。好，以前因为我拢爱为中华一个真庄卡万丰来到一台中学琴，好，有时爱经过即个火车站，所以自细汉即句话就一直伫我的心中。我的老母甲我讲，咱的头壳顶拢有上帝甲咱做记号。所以，这个算命的人，伊知影你是上帝的囝，伊袂叫你去互伊算命。所以，咱诚做上帝囝子的人，拢毋免惊，因为咱有互上帝做记号。兄弟姊妹，这个记号伫倒位？这个记号就是上帝用伊的圣囝耶稣基督已经赎回咱的性命，来诚做伊的囝子。所以，咱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咱拢毋免惊。特别对伫咱的人生将来要怎样，咱嘛毋免惊，咱毋免互人算命，咱的命拢在伫耶稣基督上帝的手中，所以咱毋免为着咱明仔载会怎样，咱来惊遐。互土地增肥。上帝互天落雨，互水满满，互土木软软，赐福互伊所栽种的拢大长。这句话表达出，当咱行伫上帝真理活命的道路的时阵，上帝伫咱的生命的道路所伫的，毋那是雨水那定，毋那是充足的雨水。上帝伊是互咱的路径是滴油，滴着油脂，这显明上帝对咱人类的眷顾甲祝福是超过一个土地，所以上帝听咱人类连咱的头毛，上帝伊拢算过。所以人咱着遵趁主的话，行伫主富有充足，伫遮有指出一个真要紧的神学思想，就是上帝所经过的所在，拢为富有充足、丰盛，也充满生命得胜的快乐。兄弟姊妹，咱拢是属伫主耶稣基督的囝子，咱是属伫上帝的百姓。那安尼，咱的生命的确是充足、丰盛，也充满生命甲得胜的快乐。华语讲安那，得胜有余，得胜阁有存。这个时阵，咱边仔兄弟姊妹讲，咱的生命是得胜阁有存的。咱的生命是得胜阁有存，就是得胜有余。就亲像诗人讲，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安那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所以这个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快乐，这是咱基督徒所领受一个生命上大的一个祝福，满足、满足。这个满足，毋是在伫咱伫这个世间有偌济外在的物质、偌济的财产。这个满足是，就算咱啥物拢无，咱犹原伫咱的内心有迄种满足的欢喜，心灵有迄种满足的快乐。新的一年伫要到，咱伫今仔日12月29号。嘛好通对咱的生命来做一个回顾。咱要怎样佮按照头前的目标来迈进呢？我想有一个真好，咱通学习的一个人物，就是保罗。学习保罗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伊伫腓立比书第3章
13节安尼讲，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什么是后面的事？什么是头前的事？后面的事指一个过去的事，嘛象征一个会颠簸咱，会互咱的心袂欢喜，好亲像是一个踢界，一个踢伫咱头前咧，甲咱阻挡往前行，迄种的一个踢界。头前的事是指一个将来的事。我想过去的路程咱已经行过，过去兼酸甜苦辣哦，逐种的滋味，咱嘛经历过。这个酸甜苦辣，毋是无好。酸甜苦辣，互咱来明白，咱的生命是多元，是多彩，是丰富的。这个现在，咱活伫当下，咱就好好啊把握，善用机会。总是对伫迄个明仔载是怎样？迄个明仔载是未知的，无有人会当知影明仔载是生做啥物款，将来会发生啥物代志。伫咱的圣诗587首，我知详将管明仔载。这首歌词，我想会当为着咱过去的一年，以及咱要向前迈向新的一年，做一个真好的总结。歌词安尼讲，伊讲我毋知明仔载是怎样，总是我伫每一个时刻，我嘛安然来度过。我无求明仔载的阳光是怎样或者天气是转为暗，我嘛无为着明仔载来过头的忧虑，因为我知主伊有伊的应允。今仔日我要甲主同行，因为主伊知我的未来。检采真侪事，明仔载会临到，真侪事我学得明白，总是我知主伊掌管明仔载，伊要带领我向前行。所以这是一个通讲咱生命的一个写照。真正无有人会当知影我们的明天长什么样子，总是咱恳求用诗人所讲的一个话来成做咱一个祈祷。诗人伫诗篇90篇12节安尼讲：求你主讲，求你指教来教示我要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也互我的心来得到一个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愿主帮助咱，互咱会晓明白要怎样来算咱家己的日子，互咱来得到智慧的心。伫申命记33章25节讲：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快乐嘛怎样。人生对过去到现在，甚至是要到伫将来，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境遇，咱的日子怎样，咱的快乐也要怎样。这是上帝也好花上帝互咱的一个应允，咱也要有够爷的快乐甲稳定来面对迄个未知。主恩够用，主的恩典够也咱用。所以，咱的心通勇敢壮大，面对迄个唔知影的明仔载。圣经有指出一条，咱要得到上帝的保守的一个道路，就是咱爱听叹遵守主的话。伫申命记11章第8节讲：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互恁壮大，为入去承接所要过去承接的地。恁着守我今仔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互恁安那，互恁壮大。咱伫主的教会内面，
咱遵守主的诫命，要怎样遵守？有4项吼：献心、献金、献心，搁献心。遵守主的诫命，咱将咱的财物献予主，献金。咱嘛献心，献心就诚做一个活祭，咱的身躯实际来到伫教会，互主来使用。咱嘛献出咱的性命，献心，搁较重要，咱献咱的心伫主的面前。今仔日我伫一个赖群组看到一个真有意思的一个话吼，伊讲有4个美好的想法，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有一个美好的想法。这4个美好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当咱回顾过去的时阵，当我们回顾过去，咱得到生命的经验，咱为着安尼来感谢。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获得了经验，我们为此来感谢。然后当咱向前在看的时阵，咱看到愿望。当我们向前面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然后当我们环顾四周，当咱看咱的四周围的时阵，咱要看到什么？咱要发现到现实。当我们环顾我们的四周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人生的现实面。最后，当咱内面看的时阵，当我们向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自己。当咱内面看的时阵，咱看到咱家己。所以人生的眼光，咱唔能回顾过去，咱嘛向前来看，咱嘛环顾咱的四周。咱嘛内面来看到咱家己，用安尼来做咱生命每一个坎站、每一个路站，拢所要行到的一个困难。今仔日若是一个礼拜，咱伫中间，阁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听书，较等有奉立长老，有设立执事，也有长老执事的就任。有这的团契机关会长、首长才会就任。我想咱受选来做上帝的工，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因为咱是甲上帝做伙同工，是互上帝所看重，受选出来做伙做主的圣工。主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佮命令，佮任命恁，互恁去结果子。当祭司受职的时阵，伊的头壳顶有戴这个王冠，就是礼帽，冠冕王冠。这个礼帽的顶面有绑一块金牌，这块金牌有刻圣化归上主安尼的字。然后受职的时阵。伫伊的头壳顶抹圣油，甲伊按立。这个受职按立的过程，伫咧讲出一项真重要，就是人将家己的生命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乎上帝。所以，较等一个才会奉立、设立、就任，望才会同工，咱每一个人。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搁一摆将咱的生命，搁一摆分别出来，圣化归乎上帝。咱嘛相信，出自上帝的竞选，上帝伊的确会加添咱聪明、智慧、稳定、快乐，也会补足服侍的人伊所欠缺。这是咱所会当深信的。关伫新的一年，咱有新的出发。咱拢主讲，主啊，我要专心来倚靠你。对年初到年尾，主你是我的快乐，是我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是看顾阮的主，你是听阮的主。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将阮家己献上互你，诚做生命的活祭。主啊，
是你竞选我来成做你的行旗，特别也是你竞选我来成做你的同工，互阮搁一摆用感恩恶乐的心来领受，因为这是一个稳定的路，这是稳定的积分，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也感觉到荣光，因为主你看重阮。互阮搁一摆伫你面前，伫即个旧的一年伫要过，阮来回顾阮的人生的道路，互阮无论伫顺境逆境，伫成功失败，互阮拢通主你来感谢。伫未来的一年，阮也将家己交伫你的面前，因为互阮深知，阮生命的主权在伫主上帝。互阮用顺服、谦卑的心来等待名字期待，伫未来，阮的眼光看到的是望。主求你帮助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台金回应的诗，圣诗246首，上帝听从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听从赢过一切，一定欢喜降落地，求你点满卑微心内，献出你极大忍耐，求主你是主必怜悯，你会听我海顺情，将你救恩一世降临，今日阮行遐的心，全能救主是道拯救，主命愿承受，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你点暖心。我要亲像天使天君，是上我落你大恩，将阮感谢落生命，定要你完全的听。求你定心做阮心心，千祈无点好了面，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来亲近。我愿更再永更，你教我今日拢有，黑面留伫主面前，我前后永无停。阿门。请坐，下面就任室。接续咱要来举行通日长老的就任式，咱请等下要
防疫甲设立的职事，咱委员嘛来到台前吼，坐伫咱礼拜堂的第一排，好无？我请林炳莹甲佩昭还有姚生，我们一起都坐到礼拜堂的前面。因为咱现任的长老拢已经伫台顶来侍奉。这条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奉立刘秀英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角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嘛有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奉事上帝话牧师三角管顾伊的教会。长老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体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府、中会、总会都无教会发展。咱即条要请要受奉立做咱东会的长老刘秀英来到台前。等下有长老的誓约，请你用有来应答。刘秀英，当你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任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的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信徒圣经、弥赛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欢喜做独行同会长老，是着尽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遵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教会治理，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恁着敬爱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的生活着磨，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伊，互伊为做一个尽忠诚的长老，尽伊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释法，毋通四过保养，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即条要记得，咱请秀英长老来台前。天父上帝，你听独行教会，伫教会需要来设立一位的长老，透过兄弟姊妹因的认同，因的竞选，嘛是上帝你恩典的款待，来竞选刘秀英成做教会的长老。当伫今仔日的主日，伊要奉立成做教会长老，成做教会小会员其中一位。主你要将这个职务伫伊的身上，愿主你嘛是你的恩典疼痛，
伊的温顺伫伊的心上高抹伊，互伊成做教会兄弟姊妹的模范，互伊成做会当甲牧师做伙来治理教会尽忠的仆人。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而乐，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来求，阿门。这条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独行堂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独行堂会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遮的信徒知，这份是照规矩交代你，当圣神设立你做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这是尊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是当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这条请刘秀英起立吼，咱请同会小会员，咱做伙来接纳。会众请坐。这条咱要举行咱所竞选出来的这责任的长老的设立咱请由志龙长老、黄定科长老、罗金池长老来到台。拄仔宣布已经有宣布吼，咱直接来誓约吼。恁当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独行堂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即个意思要来行啊无？长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合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条是会友的誓约，咱请兄姊妹做伙三脚起立。恁已经有竞选罗金池、尤志良、黄定科、刘秀英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
因照法度伫你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因，互因较为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检查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社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直到妨害大局。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咱三个来祈祷，天下上帝，阮感谢你，阮所敬听这些长老因有缘得到兄弟姊妹的肯定甲认同继续来伫教会甲牧师做伙三甲来治理管理你所设立的独行长老教会，主愿欢喜，今日用欢喜的心来设立这四位长老以及创立新的长老，主愿感谢你，互咱教会透过这些小会员、这些长老，互阮的教会按照所在表来跑走来迈进，互阮的教会会当搁较阳光主你的名，互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会设立来背着你的使命，来完成你所交托互阮的大使命，来引带即个社区的乡亲，即个社区的兄弟来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下，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互主你的教会伫即个社区来荣光主你的名。愿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独行堂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独行堂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即份是照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尽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做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兄姊妹请坐。咱有缘请小会员吼，拢来接纳。向后走。照相。咱即条要来举行创立职事。请林炳莹甲林佩昭，来到台前。咱是要设立新任的职事吼。这是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名，组织要设立林炳莹以及林佩昭做教会职事。起初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敬人来协助长老，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奉事上帝话甲圣礼典。等下要誓约时，请用有来回答。恁当要领受职事的责任，
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恁愿意做笃行教会之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建立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说法。恁要安尼行啊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教会宪法甲法规啊无？请会众起立。恁已经经林炳银、林佩昭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因、听痛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社会说法，毋通四过报用，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咱三个来祈祷，天堂主，我感谢你，你设立即事来管理教会侪项的事务，或者兄弟姊妹因伫礼拜中间，因来仰望上帝，专心来追求上帝。这所有的事务，透过这个即事来办理，因爱牺牲因的时间，因有时爱拨出因的时间来服侍兄弟姊妹。或者个即事，因是热心愿意，有热心的心，因为因受正人的肯定。愿上帝你嘛高我因，用你的圣心常常感动因，互因哪侍奉哪甘甜，互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来利益。笃行基督长老教会，阮所组织这个大家庭，互阮彼此三听合一，来感谢主，你透过正人的肯定，我们要来设立平营，甲配招诚侪教会新人的职事。主，我欢喜接纳因，我愿上帝你时时提醒因，因是忠诚尽忠的奴仆。主，我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笃行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笃行同会之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份是照规矩交代恁，当恁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请会众请坐，咱请小会员来手接纳。徛中哈，应该是主角。这条要请郑尧生来到台前。郑尧生，你当要领受这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令啊无？你愿意做笃行教会这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愿意安尼行啊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以做主。就建立关系教会事务，着我靠伊来说法，你要安尼行啊无？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即个请会众起立。
恁已经有设立郑尧生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啊无？伊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伊，听从伊替祈祷。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责，应该通知，互社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咱同心来祈祷，太太主王感谢你，你搁再一次透过兄弟姊妹的肯定感动来设立郑尧生成做教会的执事，互伊的感动持续，互伊的使命嘛继续持续，来甲牧师以及小会员来管理办理教会侪项的事，帮助伊的家庭，帮助伊的工作，互伊伫教会侍奉拢无受到任何的影响，来坚固伊的信，来坚固伊所做的工。愿上帝你互伊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互伊成做笃行教会这事，这是荣光的事，这是值得欢喜的事。互伊哪服侍哪甘甜，互伊伫这职务的顶面忠诚尽忠。愿上帝你施恩赐福，愿感谢而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来求，阿免。请兄弟姊妹请坐。咱嘛请小人来接纳。接下来咱要举行2025年咱各单位的首长的任命式。这条咱请少年团契会长王明林会长来到台前吼，兄弟团契会长尤志良，妇女团契会长淑珠，社青团契会长林炳银，圣歌队队长尤乃琪，助理校长洪雅丁，青少年团契辅导陈雅文。咱请来到台前。这点咱要做伙来使用吼。恁要领受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笃行堂会小会官别，设立恁做本会的助理校长。妇女团契会长、兄弟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以及青少年团契辅导，有漏口去？无吼，恁着谨慎恁的本心、甲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即个事，
尽力伫主的光来荣光上帝。咱三个来祈祷。天台主，我感谢你，你伫阮的教会有这个团契，以年龄来做一个分别，互这个团契因除了主日礼拜以外，还阁有会当互相相通、互相交陪、互相造就，伫信仰的内面嘛彼此学习、彼此宽勉、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感谢主你设立这个兄弟因诚做教会的团契单位的首长，伫圣歌队伫主日学这个首长，上帝你特别嘛恩待这个团契的会长，互因会当领导做好的领袖，学习教会这嘛学习教会侪长辈因所留了信仰的脚迹来传承。我感谢主你来透过兄姊妹来竞选因，嘛常常因伫欠亏时，你允过款待因，赏赐因开力，赏赐因有侪的同工来辅助帮助，嘛，互因诚侪好的领导，透过圣经的教导，互因诚侪尽忠的路步。感谢俄勒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们颁发迄个任命书。接下咱要举行下面来举行圣餐要先发证词书。好来，咱219首吼，伫咱圣餐准备的时间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坐咧吟就好，吟全首。主的辛苦，替我还有上把伴，老出不悔，献出真正的我。Son.
对凡来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饼，就分我的人我都袂晓，信我的人应用袂喙焦，就分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敬兄姊妹三个弟弟，所听的姊妹，请恁注意听，主耶稣说你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个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样相，咱大声来感谢咱的上帝。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你有提饼，这是代表你的身躯，嘛照你的命令，让阮来摆设即个宴席。主，你有伫世界顶流出你的宝血，阮用即个葡萄汁来象征你的血。愿主，你透过你的身躯甲你的宝血，互阮重新来得到伫信仰的培养甲帮助，互阮伫恩典的内面，主你来疼痛阮，互阮明白，主你为着阮拍破，阮牺牲，主你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来热抗阮，互阮的罪也得到清洁，阮的罪得到赦免。愿当今仔日，甲主你同齐倒来纪念主你的好模样。愿主你先帮助阮，咱做伙三个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每一摆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
即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一摆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最后说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用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角来祈祷。特别上帝，你听阮，
赐你的独生圣囝，互人类成做阮的救赎。伫最后所祈祷的平安，常常踮伫阮的内面。今仔日，阮何等的福分，甲主同齐，得来领受主奥妙的身躯。愿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真做受束缚的重心的圣徒。愿主帮助阮，互阮真做你应阮国度的后裔。愿主帮助阮，互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样式。祝你替阮拍破，祝你替阮伫十字架顶牺牲你家己。祝你有过我将圣事来赏赐互阮，主帮助阮，互阮通过圣礼典，互阮真做圣洁的相通，常常伫主你的厅内面来孝念你，怎样为着阮来拍破你家己，愿意伫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也真做洁净阮，真做洗清阮的帮助。愿主你施恩互阮，互阮通荣光你的名。愿感谢阿乐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即条咱要来颁发咱小会员的任命书，咱请所有的小会员来到台前。咱拄仔拢有收到圣餐无漏狗去啦吼，
安尼才会小会员因是合格吼。哎，小英长哦。这圣经讲要做头前，先爱做后壁，啊，所以因才小会员先做后壁。来，启用张了，好。小用张了，边科张了，金地张了，哦，啊，只是鼻音，还有摇声配招。摕这张照啥？好，来，拍拍甲因鼓励一下。好，咱下面来奉献。我阮这书甲诸位这书来书献。加济。好，咱讲的时间拖较久吼，我报告吼，简单就好吼。第3面、第4面咱家己看吼。来第4面，第三页咱的2个表咱家己看，咱看第4页。笑话广告的部分我就无去念吼，这是今日咱所做嘅下只的方立甲设立的代志吼。来第5页，好4年的读经计划吼，第1点，
咱等下会有颁奖吼，这名单我就无去念吼，等下正校长就会来做颁奖的动作啦吼。第二点，迄个小春联吼，咱伫1楼的公布栏，咱家己睇啦吼。送完为止吼。到第3点，咱迄天有来参加牧师的做一轮礼拜的吼，咱有交单转去的吼，因为咱的奖品无够吼。咱即个礼品，咱等下伫1楼来发放吼。第4点，财务今仔日吼，咱教会的财务今仔日礼拜三要结束吼，要关年度的销，所以你若还未请的紧请吼，礼拜三会紧做处理吼。到第5点，兄弟团契的选会长是尤志良啦吼。第6点，咱即礼拜拜三为着五芒小组来祈祷。第7点，咱今仔日有迄个1到3月的圣港分担表吼，咱会当家己来参考吼。第8点有登记新安讲的，咱甲办公厅来摕。第9点，咱的约定奉献，今年度我甲算起来吼，还是较无够啦吼。所以邀请咱已经有入籍的，就是讲咱已经有洗礼吼，有会籍的兄弟吼。咱尽量参加咱的约定奉献吼，嘛毋是讲恁若无洗礼就毋免啦吼，恁若无洗礼嘛是欢迎恁吼参加约定奉献吼，这是咱教会经常会的来源吼。第10点，咱各单位的迄个铺册吼，伫这年底今日最后一礼拜吼，各团契嘛应该爱关销吼，甲整理好势，后礼拜开始咱摕来办公厅，互检销的兄弟来做检销。到11点这是正月11财务甲事务的即个铺册会送甲留员来检查吼。到12点，行政干事拜2、拜4特休吼。所以咱若兄弟要来要来爱注意吼。迄个第6页，款计的部分，今仔日啦吼，今仔日迄个生活队有聚餐吼。剩呢我就无搁通吼，兄弟团契吼讲爱甲鼓舞一下啦吼，因为兄弟团契即摆会友愈来，客友哪来哪少吼，所以咱若有意向的，咱志良长老志良会长来报名吼。好，剩呢我就无搁念吼，剩呢拢是后几礼拜的代志，咱家己详细看就好吼。教界消息咱家己看。好第8页、第9页第8页遐有迄个4年读经计划吼，咱家己看吼，有遮个领奖名单，咱等下吼去1楼领吼。第9页、10页吼，这是顶礼拜的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若准有出有楼顶下请我本人来做更正吼。好咱下面的时间交由正校长了。请3号的有顾兄嘛来吼，咱全教会4年读经的计划，咱今年兄弟有33位来参与，其中吼对青少年甲少年团契拢有吼，咱嘛读了1/4的圣经哦吼，继续努力，咱嘛通过背经句吼，大家来头前紧嘞，哦，咱嘛通过背经句，甲扮演这个圣经的故事吼，王长老来吼，咱也把上年团契嘛有这个分享专题吼，咱会当甲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引出咱头前的道路。新年度吼，咱有要来望透过这本金句笔记本吼，来，咱先摆好我是替恁暖场。要透过这本的这个小礼物吼，金句笔记本来加做咱甲上帝交心的一个生命记录啦吼。下面咱就请牧师吼，林牧师来替咱办法。
世，淑美执事，秀珠执事哈，真欢喜秀珠执事这礼拜出院啊哈，感谢主哈。惠美姐、淑胜执事、王长老、丽珍老师，秀恒姐、田如姐哈，连伊其他的吼，咱伫一楼吼，咱咧周报面顶有名单吼，咱到一楼来领出这个纪念品哈。咱中间今仔日有来新朋友吼，咱欢迎杨甲站、陈灵珠跟燕城、吴燕城吼，这是过去阮伫报道教会牧会会友吼，来伫咱中间，请坐。特别介绍一下，这个陈灵珠吼，伊阿姨是黄华吼，姨丈谢辉明，过去讲伫咱独行教会一只聚会吼。欢迎。这个时阵，咱要来集体的关怀代祷。咱伫中间，咱继续为着吴金明兄来祈祷。伊这个时阵是出院，总是伫厝里底下做疗养吼。咱嘛继续为着秀珠执事也卡来祈祷。咱嘛为着日新兄，为着真理姐为着纯爱。喜昌个陈金姐，个有在座咱也有身体身躯病痛兄弟姊妹，咱嘛好通为着家己来祈祷，也为着无讲着名遮兄弟姊妹，咱为伊嚟祈祷。咱即个时阵同心开喙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你来照顾每一个艰苦的人，因的身躯心灵。主，阮感谢你。主爱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要恳求你的圣神临到伫遮的身躯病痛、心灵郁闷的兄弟姊妹的心中。主伫遮，阮要提名，为着阮的肢体金明兄，为着秀珠执事，为着日新兄，为着真理姐、喜昌兄、纯爱姐、陈景姐，也阁有无提着名。侪侪遮兄弟姊妹检测因厝里的人，也有遇到艰难身躯的痛痛。主，阮伫你面前要向你来找求。主啊，真侪时阵，当遮的病痛艰难临到伫阮的生命中间的时阵，阮真正毋知主你的旨意伫倒位，我嘛毋知影安尼的事的临到，阮要怎样来想？总是主，阮恳求你。互阮的心悠远，心存仰望，来到伫你的面前，不断来挖靠你，来找求你，来呼求你的名。主，当我们为着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迫切恳求。主啊，因的艰难，检测阮无办法来替因承担，总是只有受顶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会当真做因的担当，会当来帮赞因、扶持因，因为主你有行过你的身体受鞭拍、受钉死安尼的痛痛。主，阮阁一摆恳求你，将这个医治的权能、医治的溃烂来施落伫身躯病痛遮的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恳求你。互因伫病痛的中间，无失去对主你的信靠。主啊，总是肉体的病痛会当医，总是心灵的病痛，主要怎样来医治？心灵的病痛，只有来找求活命的主，只有主你的灵会当来医治心灵病痛的人。
主恳求你，互阮都行教会这个团体，会当真做彼此夫妻帮赞，互相关心、疼痛的一个基督的团体。主啊，恳求你，你的灵进入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会当去知影别人的疼伫倒位。主啊，阮恳求你，特别伫这个圣诞的节期的中间，阮邀请圣神，邀请圣恩耶稣基督，你的灵进入伫阮的内心，亲自来医治阮心灵的伤痕。有人伫失落的中间、白听的中间、死失的中间，心灵郁闷痛痛，到当要搁亲像刺伫咧插。主啊，只有你会当来真做安慰。主，阮恳求你，将你真理的话命，将你的望，将你的光，搁一摆来进入，互阮的人生来得到满足的欢喜甲平安。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咱起立，咱来行平安礼。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咱来吟尾面的诗，新圣诗47首，上帝独生囝，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上帝独生囝，道成亲落地。离开天堂，欠未来降世。上帝独生囝，道成亲肉体。离开天堂，欠未来降世。欢喜临到这间，听通顺天无限。欢喜来世间，听通稳定无限。阮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上帝独生囝，道成成肉体，离开天堂，欠未来降世。救世主恩光，人类双梦，赢过黑暗，修了地头帮。救世主尊福，他曾经作汉。生到世间，听通稳定无限，怨恨变沦陷，和平三结连，怨恨变赦免，和平三结连。救世主真光，人类双梦，赢过黑暗，修了地头帮。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对年头到年尾，上帝拢在看顾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